以文學甲影像為核心，回顧對日本時代到當代文學被拍成電影歷程。這場號名意料之外神展開展覽，正是台南老爺行路將台灣文學館的特點刷到飯店的精華版本。希望展覽會當跳脫傳統的展覽空間，進入飯店的場景，讓國內外觀光客都有機會看見台灣故事的生命力。總經理所提到的，它不僅是一個設計飯店，它也是一個文化的連接平台哦。那當然，這一次的展覽的合作是更進一步，這也是我們首度把我們的展覽移到飯店裡面來哦。除了飯店藝術甲文學館跨界合作，回到5月冬季全新的菜色發表，包括用潮州經典滷水配方所出爐的鴨腿，用西式的做法來訂美國和牛邊仔骨等料理，攏強調用下歐洲、日本甲中式的做法，兼顧風味甲口感的全新體驗。把中式的手法放進去做我的單點的主菜，那我也把日式手法的料理也把它放進我的單點主菜裡面。那然後我也用一個創意，把台式的我們熟悉的三杯下去做一個素食的料理，這樣子。跟文學館這樣子的一個意料之外神展開的一個新的這一個合作方式，那也是透過這一個日據時代的這一個文學，一直到當代的文學，那透過不一樣的這一個影視的轉譯方式來做這個展覽。那同時呢，我們也推出新的料理，讓大家可以有熒幕上面的這個享受，也可以有這個味蕾上面的同步上面的這個享受。那再次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合作的方式，那同步的推出。從看見文學到品嘗創意料理，台南老爺行路要予民眾一擺滿足，邀請民眾共同來感受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